到底倒一种是适合着退休啦，还是年纪较大的时段，一定爱去买保险。不管是什么人，拢上重要，叫做意外险。还有大意外、中意外、小意外拢含啊。饲一只动物是咪真正拢有帮助？是因为饲这动物同那个请养一个孙迄个感觉啊，迄是共款的嘛。人拢是安尼嘛，感觉安尼家己有路用的时阵，就会搁互家己较好，啊，我才会当家己照顾安尼。食菜时段要安怎去顾着伊的营养甲健康？因食菜，青菜是食足济，无毋对。豆仔类的物件哦，咱一顿差不多就一个手安尼，遮尔大。豆仔类毋是会引起这个痛风？这个问题已经推翻啊。你有看过饲较特别的宠物无？鹦鹉诶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对对对。欢迎光临，请收看《食老婆土豆。